政治界的大消息，趕緊來關心的是，國民黨的主席鄭麗文今仔日是帶團去訪問中國，伊的行程是包括着上海、南京甲北京，而且是按算佇初10的時陣，要佇北京來舉辦第10會，這是台灣人十黨即國共兩黨擱再會談。那鄭麗文呢，伊是佇出發之前有舉辦一場記者會，伊強調這抓是要向國際來證明，向民進黨來證明講，這兩岸的和平其實無遐困難。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初7出發去中國，展開6天5夜的訪問中國行程。佇要出發之前，伊也佇國民黨中央召開記者會，希望透過這個交流，換來台海和平。在台灣，我們不只要照顧保護2300萬台灣人民，我們更有責任維護區域的和平。所以，我們一定要讓台海沒事，那麼世界都沒事。鄭麗文對松山機場出發，會飛去上海，由國台辦主任宋德接機。初8暗算去南京中山陵祭拜，初9飛去北京。預告第10會會佇初10舉行。記者會當中，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也向總統賴清德發話，希望哪裡也會當和解。佮講若是無賴地會，真歹有賴10會，希望對中國回來了後，會當和總統賴清德見面。之前因為有媒體想要請問說，是不是希望能夠有賴習會？那我也在這裡再次的跟大家說明，沒有賴正會，大概很難有賴習會啊。所以我真的很期待，我們都在台北見上一面，真的有這麼的困難嗎？出發之前，國民黨也公布隨行的名單，國民黨3位副主席攏有提去，還有經國安會秘書長蘇起。鄭麗文強調，這抓是要向國際證明，向民進黨證明兩岸的和平無遮困難。記者陳亞宣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